1988年12月7日，在野党发动废除万年国会抗争，民众立委拍什么掣条？当时，台南议长刘化财身躯顶的麦具，刘化财离婚乱中，头一摆动用警察权，将民进党立委赶出议场。1992年12月7日，西汉中山靖王老成的金女衣到台湾展出，有真个游客去参观。这是用叶片做的寿衣，用金线将叶片一块一块填做伙，听讲做一领要用几啊年的时间。2015年12月7日，台湾影帝郭俊雄因为肺癌过身，享受70岁。郭俊雄因为伫几出电影内面扮国军英雄，政治形象深入人心。为90年代开始参与政治，当选第6届立委，后来中华演艺界嘛捌得到亚太影展最佳男主角。